好啦，咁咩係要開光咧？通常我哋嚟講咧，就係話尤其是神獸咧係需要開光嘅。嗱，咩係神獸啦？頭先提過啦嚇，就係貔貅啦嚇、大笨象啦嚇、麒麟啦、獅子啦，甚至乎有時大家要請埋一啲嘅神像啦，呢啲係需要打造一啲特定嘅開光儀式，或者我哋叫做科儀啦。去賦予佢一個力量，話俾佢聽，喂，你夠鐘啦，你要起身啦，你要工作啦嚇，我就有呢個力量擺咗落去呢一個嘅風水物品。咁有少少另類嘅風水物品都需要開光嘅，例如文昌塔，因為就咁擺咧唔係唔得，個效果會冇咁顯著啦。亦都真係文昌塔，因為就咁擺個塔咧，有時候個意義咧係爭少少嘅。咁我哋都要嚇俾個文昌塔請係請咩咧？就係請文昌聖君坐咗嚟，等佢可以睇住，咦啊呢度有個文昌位，我係需要坐落去嘅，咁所以就要開光啦，就唔係樣樣要開光，係啦。